翻开时，下步就要扭行3鞠躬，前倒鞠躬，再鞠躬，3鞠躬，坤倒1鞠躬，再鞠躬，3鞠躬。请点而出慈悲，前倒鞠躬，坤倒鞠躬。严肃好了，请坐下。我们总经理还有处长、主任、组长在座各位前请大家大家安安。也是。真欢喜吼，第111年吼，寒经吼，正式来开始，嘛，拄啊好这个疫情吼，拄啊好就小可减缓吼，会当互咱做一个实体课程，这个当然是爱好好的，来把握这个机会啦吼。重视实体课程的，应该大家做一些学习，应该是上课的，是你听得懂吗？我讲台语，即马吼，有你讲台语嘛，拢在做双声带所以来家都读好，台湾国语也可以学得到。所以讲呢，有些实体课程呢，应该感觉较好啦吼。因为这个艺术堂呢，当然嘛当去充分利用啦吼。因为艺术堂就是一个修办到交流的地方，所以讲呢，艺术堂就是咱市民学到的，也可以建功立德的一个好的所在。当然会当去个家己充分家己利用，会当这个家己简单的会当去较好。伊本来或是平常时啊，食饭拢会当食较济代志，当食伊食会就济哩。所以讲这困难拢会拄着。伊有容易安，但是因暗时爱徛点半钟，所以因暗就食较济个啦吼。伊毋免惊肚肚啦吼。伊无食嘛袂使啦吼，对啦。伊今日做大个。咱即摆咧，咱就继续以这个电扶梯第4，以这个146页，第146页。那目前呢，将以下部分呢来读念念之中不思前景，欲见念经念护念念上述各段言为解答。无诸海上念念不住，即无百业。此时以无助为本，成地性。我离一切相，灵离无相，灵离无相，即法体清净。此时以无相为体。那当然呢，伫这段本文来讲的，那当然得到顿悟法门呢，得到不同的法门，但咱已经落于这个环境。所以讲呢，答案原来当然难免呢有了一寡失信。所以讲呢，当然会离开了这个咱清净的本体啦。因为咱清净的本体本自清净，但用此心得了成本。所以讲呢，这个菩提自性本自清净，本来是清净无业。所以讲呢，娱乐时中呢，拢会通保有了咱本来这种
清净如如不动的菩提自性。那但用此心，当然呢，嘛来讲有了这个环境了后，就有意无意啦，比较复杂，去经过道行不明人的，生生世世生生，所以讲呢，就难免呢，秉性，加个这个习性，佮伊这个色声容易触发伊这个环境现象界来讲起来，讲个有所了解这个反杂，其实呢，家己自身伫外在一切在甲咱方便，所以失去了着咱清净的本体，所以讲而且甲咱讲念念之中不思前进。欲见念、经念、护念，那么以啥物伊甲咱讲不思前进？那伊即个前念、经念、前念，就是在佛家甲咱讲的，有过去心；经念就是现在心；护念就是未来心嘛。所以讲呢，咱难免拢总是伫即个三心内底不断。所以讲呢，甲咱讲念念相续不断嘛，可能看这是无法度可能拄好若咧困的时阵，除了做梦啦若无迄个念袂当。较真想讲无爱动，但是无法度。迄天去台北迄个实力浅浅讲，经理念经念是念会出来，佫会顺，但是骨头壳拢走伫外口去啦，我讲你安尼，我嘛安尼啦。这就是讲，咱要安怎讲？要安怎会当讲上根会当专注，上根就是上根，嘛印度其他，就爱心无旁骛，无做其他，你可以专注，安尼咧，真正简单就有够。后来我动的时阵，我用。无用的时阵，我就先转来静体嘛。其实伫上间，咱伫咧修行学堂来讲做事的当中，如果会当专一，会当专一，那是最高的意境。所以讲呢，伫咱上间的当中，当然啦，其实咱有人去好善来说，学来上间，这个上间看会当平衡家己，会当净化家己。但是无法甲这目前佫有困难，只是讲伫上间的内底，有当时会感觉讲，我念敢若走伫边仔去呢，虽有咧念上间是对，但是伫迄个思绪已经去攀岩伫外口去。伫即个时阵，你是毋是会当甲掠倒转来不以一心？不断伫遮咧割念但是甲看要无法，会当专注。上经就是上经，所以讲呢，好势来甲随意讲，这个无好嘛，这个念啦，正常啦。袂大家嘛想讲，我咧上经，我会当保持清净的心念，除了上经，依附外无其他的念头。当然，这个念头无论是好甲歹毋是讲好的有念头了紧，歹的嘛有念头，不是这样因为伊清净的内底无善甲恶嘛。无恶言对立嘛，你若无就毋对啦。所以咱甲咱讲修行学道，咱爱无为而为，这个好啦，不要想太多，安尼去无为内底，你毋该咱保持清净，袂咧讲安尼，毋捌大人多遮济，咱有大十个人，安尼，不管是落安尼水海比赛，一个心定也上我欢喜大大十个啦，安尼有简单。好像也离开你清净的本体嘛，所以讲呢，要互咱无执着，其实嘛是要互咱260中你都能够如主，不管你等着好歹顺利，你都能安住无安住就是咱爱去下功夫若安住，安尼就好，260中都是欢喜充满，所以讲你念念相续不断
这叫做黑白，上个一百，家己白家己啊，敢是安尼？是不是？哦，你当个一件代志，你若莫甲想到迄件代志，所以讲哦，若别人发生代志，敢若交你较无解。为什么？因为迄事情的代志啊，毋是我的代志啊。哦，但是发生伫家己的身上，敢若毋是咧吼，敢若毋是安尼咧吼。啊，其实你起了一个念来绑了你自己啊。啊，这个呢，就是要安怎讲？你等着好到歹，你都能够安然自在的，不起心动念，在贪嗔痴慢疑不正见当中，不要攀缘。所以讲呢，这个黑白其实就是咧讲咱家己，这毋是咧讲法。所以讲呢，那讲解铃还是系铃人啊，因为你起了念就有嘛，感谢安尼。所以讲事情银行啊，开一只 BMW 来吼，伊可能会说袂了。然后就讲啊，囥伫遐都无怪，就来用它哩。比喻啦，或许比喻你这样听懂吗？化学是不会高兴到说出口啦。它是意境，所以讲呢，所以讲讲诸法相，诸法相就是所有的一切你看得到、看不到的这个诸法嘛，就是一切法两两不止。你等的，一等的上面好到歹，你都是能够如如不在，跟你好像没关系，你得无办法。我即摆来讲事情一句歹话，事情你不要应的话，跟你就没关系。你跟或许应的说奇怪今日你才讲我的歹话，你应了你就是无讲过的了你若莫甲应的无遐代志啊，敢是安尼？那是或许的事跟你就没有关系。你应啊，你应就会有。但是这以后我来讲的是正好的意见。我即摆拢不断在革命，毋是国父革命51次，毋知革命几次了，毋知。即摆讲这个努力啦，这个努力啦，所以讲呢，处事无准，无准，那讲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用而不竭，无准，无准啦，为本。那么显地性的我与一切相言为无相，要哪离一切相？你敢想无？一切相到底嘛有一切相？其实毋是讲毋是讲你离去不是这样。今日你若心无清净，你讲家己关于善人内底遐残忍，心敢会清？若心有清的人，去到百货公司是要去上恁去的，看见物件拢无解啊。敢是安尼？我这只我安尼若上来恁去做好，我就安尼看，我拢不动移动。意见很高。对啊，你讲要没有说，或许下来一直讲，今天要讲的他都本来就是这样，跟你完全都没有关系。有关系的话，是你自己有关系，跟别人都完全没有关系。我讲你的坏话，你没关系，你尽量讲，看他意见有多高。所以各位前天您来这里，加贺，哇，这是你的意见真的高。哇，你在休息啊？我这梦的又来到水在。到家乐。所以讲的邻离无相邻离无相，当然外在的一切你都能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用而不竭，即是发体清净。因为离菩提自性本自清净但是咱人有遐尼济烦恼，烦恼为什么会不断？其实本来无烦恼，因为你有了
你若欠人钱吼，阮行遐烧就烦恼一个。有人欠人钱袂烦恼的，敢有？有啦，毋是无啦。但是伊无烦恼，毋是讲怎要甲倒咧？毋是咧，人是讲吼，你欠人一百，我饭甲食较饱咧，困较饱咧，明仔载正业、副业、兼业三业来，拼无偌久，钱就用了，伊才会搁烦恼。安尼是毋是你烦恼加共款爱来拼，敢是安尼？你家己迄个气来怎啊用来拼钱安尼？你甲看卖绰绰有余啊！无对干那烦恼就无体力，因为你烦恼你很困袂去，明仔载去做有通过。干那正业有我当然那些做副业都兼业，不可能的事嘛所以讲个心很重要啦所以讲呢咱要清净不清净在于心，所以修道修心。你讲的这简单好无？比你食也比较凉。但是下了很多功夫真的那个无法度啦忘着病注意是无常离体无常离体。那顶一段这个或许要不要写就是叫咱更进一步呢来做一个大家相互的研究那么两念之中呢两念之中就是讲整个书系里面呢你的念头当然以这个念来讲，其实讲在涵盖你善跟恶、好跟坏就是以经典上来讲起来所以讲呢，因为你善也有不自在不是你恶有不自在而已，连你善也有不自在。他讲何况是讲对你讲有50个人，这是先但是你拢想我迄甲困袂去，你甲看，安尼敢有来？安尼嘛算一种的来就对了。就是讲咱讲沙是仁爱嘛金是好的尘埃啦，尘埃、金埃，尘埃金是好的，沙是歹的。但是伊目睭内底是清净的，你沙入去会金粉入去敢会点？对，这就是讲咱的自性本来就清净，伊袂当互你有一个善甲恶伫迄个内底。如果伫内底就亲像即个明净的即个乌水共款，一旦天就头，它也起了涟漪嘛。你那个金块丢下去，它会不会起涟漪？对嘛？所以人不要出口善。我50个人呢，我做工得意呢，你看，你看起了那个涟漪有多少？欢喜是对啦，但是我们不会，他不会他如果这样，他会睡不着，因为他整天晚上都想说我度这么多人所以他会睡不着。他睡得挺好，是代表他没有去说他度多少对，这个就是最好的。所以讲的少三心，就是咱咧讲的过去心、现在心、甲未来心。所以讲呢，咱一定爱少三心。少三心就是卖想过去、现在、未来。为什么？妄想意义。最歹就第敢想会出来？对啦你若甲当作是路过，甲当作是路过，甲当作是经过，背就好妄假意义，妄假意义都已经过去了。人讲开车过你搁咧背起敢有路用？无啦你代志咧过欠个100万都欠无免你搁想这100万嘛是爱去，敢有想说这免用的，敢有比较好的？有吗？师姐，
欠你100万，一直这样想就不用还，烦恼就不用还了。现在没有啦，不久就有了啦。所以讲呢，你这个所在其实那也是都有啦吼。所以大家讲追忆平添无味的烦恼忧愁，平添无味，为什么讲无味？就讲过啊，水破落地就是安怎所以讲呢，伊就增加无味的烦恼甲忧愁，增加了着这个人生而已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嘛，就是甲咱讲咱伫这个人生过程当中，难免一定会遇到恶言对立的时候，有好歹，有善恶，有好歹，有逆境，有顺境，命运有坎坷，有顺境的时候，咱来当去甲伊了解的话，拢甲伊当作这是人生一个过程，你一定爱等着安尼，那你就无解，因为你一定会等着你想嘛想不多，该来的总是会来，不该来的你想太多，那也不会来。所以讲呢，这个是讲，你叫咱安怎来安顿了着咱自己的心念。所以讲一切的问题拢是出自家己，毋是出自别人。毋是出自别人。咱来家己就好了，跟你会有什么关系？所以讲呢，上佫有啥物意义呢？佫有啥物意义？你有烦恼忧愁，增加了着这个感伤而已，无佫有啥物意义？所以讲，咱人就会有不自在的，就会有不自在。所以讲呢，世人上袂开，就是咱的一念，咱的念呢，主走不化。在地震有吗？我或许没有感觉。有这样吗？全水贯智，不动，去摇它的没关系，我心不要有这样，要跑等一下一起再跑。跟你讲我们的佛堂稳如泰山，这个没有问题的。对，所以都用了很多那个钢铁啦，所以放心而且还有老母羊护庇，对不对？对呀，对，这样最好。如如不动，20钟都要如如不动，摇让它去摇，我们心不要摇就好。所以咱世人上袂开，所以讲话咱世间人烦恼足济，烦恼敢烦恼袂？毋是无咧烦恼尔，有卖烦恼，敢是？有卖烦恼咧，所以讲咧人歹做，人歹做啦，所以讲这嘛是互咱会当真正去了解，嘛就是讲世人上袂起嘛，众生就是烦恼不断，烦恼丛生所以讲咧，就有法度人来达到了这个境界。那么就是讲，对咱的心念上呢，所遇到的一切你在你心念上主走不化，这叫哪会安尼？就应该毋是安尼，还安尼，就袂使安尼，就不行安尼，你嘛佫无法度通放下，安尼就安尼，何等的潇洒自在，迄个自在和尚毋是讲咱来甲你配到配伊倒面你就有正面都好配一个，安尼就潇洒有啦一定是找不完，感谢佫有配一个，咱嘛无解啦，但是你若想无解就无解，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总是，互咱会当
伫世间难免会有动力，伊融合得失想的这个厉害的事，想的厉害的事，那么呢，对着咱的念图声色获利，甲名闻利用，因为咱世间人其实看的是现象这个一切啦，现象这个一切，尤其是即摆公益社会，公益社会，大家咧有这个有这个名利，以名利双收来作为人生追求的一个目标。其实，这个城市会议名闻利用的，这只不过就是一个短暂的，它不是永久。即使就是讲，互你上久，就是讲一世人当中，你食100回，互你非常的丰富。那到最后，人会难免一定要离开。所以讲，毋是你离开，就是伊离开你。世间就是安尼。所以讲，诸佛菩萨往我将相之所以舍掉荣华富贵，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伊体会到。伊有款待咱讲，伊有超我的智慧，唯有就是修行，但是人生，真的能够让你带得走的东西。所以讲，诸佛菩萨呢，伊是视线互咱看，就像咱咧修行，就讲爱看有看的嘛。讲迄个看拢无的，拢囥伫拢看伫迄个灌风中，人毋相信。但是今仔日诸佛菩萨视线互咱看，你敢有去家己体悟这个有？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呢？迄个公主唔做，甘愿出家去修行。较早观世音菩萨修行是比咱较辛苦的，敢是啊？可能嘛无啥物道场啦，可能食歹啦，无像咱进去到看卖安尼，大家服务者，无你挑倒摆的坐车拢来到来搁有冷气，食搁食了袂歹。这个道场佫是非常的好，非常的这个重要。但是过去修行较真辛苦，那为什么伊安尼做？所以示现互众生看，无非嘛是要启发了着众生外在的一切，真的良是要离开敢会知？毋知，大众回修，尾仔咧掠着迄个。伊讲无啦，我著毋是条工要烧死人个，想讲甲迄个厝主安尼要甲吓惊尔，你甲看卖，做这样烧死6个人，高阳烧死40个，伊嘛无想着讲伊会用烧死的，拢一不小心，所以讲咧，伫即个无常定是要到，其实无常就在我们身边，所以讲起呢，咱爱有这个智慧去来思考，所以讲呢，人生真的能够修行圆满、功果圆满，亲像观世音菩萨即摆呢，伫这个世间受着万人的香烟供养，伊灵可以当回归倒转去，那个不是创造有无，舍掉短暂的红尘佳境。所以讲呢，这必定着爱用咱的思想去来体会，当然呢，安尼咱就会当去了解孰轻孰重，对较重要，对较无重要。咱伫修行来讲起呢，咱要安怎会当真正起舍？真的也是当然要起舍啦，毋是讲拢爱道场，拢爱道场无讲咱遮，所以讲呢，伫这个善恶的取舍，咱要安怎去来？思想，只是安尼，所以讲呢，伫咱东修大家来讲呢，有人嘛做无业，但是他修办的会积极，安尼啊，所以讲呢，这是看咱个人的心境、意境啦，所以讲呢，咱若如果念读城市会里名闻利用，佫是处心积虑，不得安宁。因为你的心就是
伫你是书记内底，我就是要安怎较济，要互有，要互好，好诶内底要搁较好。你拢不断伫这个城市会里，你心动在哪里，你就成就在哪里。你心用到哪里，你就成就到哪里。如果你家己一世人拢是落在这个城市会里，你未来的成就是这，毋过目睭摕伊敢搁有无？所以讲咧，这物件其实当初生到死的是种个作业，所以讲咧，咱一定爱去来体会思绪，伫我会甲内底里面咱去接受，愈想印象顶不对劲啦，愈惆怅，惆怅，我买在两丈啦，三丈，咱拢叫惆怅啦，唱，惆怅，那么咧惆怅咧，伊就是悲愁甲失意，所以讲咧，伫这个所在咧，伫你自心记忆内底，你搁惊失意啊！你想要的要不到，伊搁是惊叫失意，所以你就不得安宁。伫这个会，伫这个会伫个当中内底，你主走在这个地方，疑心呢，你的印象也不对劲，本来就是安尼。毋是你想会就会，想要有就有，想要安怎就安怎。世间若像安尼话呢，那你就安然自在。但是世间呢，毋是像咱想的安尼。人讲命里有始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你若讲独用的话，一定爱安怎，那你可能就会很辛苦。还是自己辛苦了，无钱人对伊，敢若咧约钱，钱就毋对伊啊。真该厝人讲的讲，伊迄囡仔去细汉的时阵无加班拢无代志，加班就爱伊囡仔就去带去互看迄钱财了，讲囡仔好安尼。所以讲这体悟足济啦，世间本来就是安尼啦，所以讲咧，地理有得活伫迄个阴影中，活伫这阴影中，敢若亲像伫迄个活地人内底，你用啥？操心背包，我像咧开膛破腹安尼，安尼咧其实很辛苦。所以咧，对于过去，伊佫有啥物路用？但是安尼，所以讲咧，伫人生内底咧，咱一定要拄要去家己体会，何为是真，何为是假，何为是实，何为是虚。那么伫人生当中内底，将关雕着无上大师。那你又如何去安顿家己？唯有是安尼，所以讲这就是考验。那你若无见的时阵，你敢知你的意境到底对？敢知？没有考验，你不知道我来学校读书到底懂得多少？考试下去就知道了嘛，对不对？所以会有考试。考试好不好？好了，你看师姐那个意境都很不错。你看他修行考验好不好？真的好在哪里？或许都人认为不好，自己修的不够了，对不对？是的，你讲这样100分了，当然还是自己的对自己的不足嘛，不是别人的不足，是咱家己的不足。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考验当然无好，但是毋过无考验，咱毋知咱的意见到好。所以讲呢，当有考验的时阵，就是要安怎互你照着人事物，这个逆境，毋是逆境毋是逆境尔。拄仔讲过，咱香港叫一个新闻来中国，咧新闻咧困困袂去毋是讲今日做无好的时阵，你心袂安宁所以讲咧，伫这个时阵咧，咱要安去安顿。我即马本来是无钱啦，但是即马有一亿啦。所以你要叫我员外，员外就是有钱人啊。
哦，你看那个心就会胀大。那比喻啦，最好是不会啦，那如果会就糟糕了。哦，你是说不会中1亿后是？你是说或者不会中1亿啦？哦，没有证明。不要开玩笑，大家都知道，大家知道你没有嘛，哪会中？哦，所以呢，年事已高，体弱色衰，哦，怎么样啊？体弱色衰呢，就是咧讲咱即摆人哦，拢会去拉皮啦，哦，若迄个美发，啊，佫会去拉皮，80岁去拉皮，几乎剩10岁。不用拉皮了，用镭射就可以了。你有去做过吗？你怎么知道？或者怎么知道？哦，是这样的。那以后或者去做看看。好了，因为也没有那么多钱的，没有钱的钱的，哦，那或者想也是这样的哦。当然人哦，人拢总是讲要家己会当青春嘛，哦，啊，当然所以为人呢，伊就会去美容，哦，啊，美容的当中呢，就是要微笑的。啊，迄讲张讲师讲，啊，你去拉皮美容80岁讲拉皮美容到剩下18岁那么漂亮，伊咧问讲，啊，你敢会死啊？一样的哈，所以讲那种虚荣心呢，啊，不断的，啊，如果你一世人内底拢放你这个所在，你要修行就会很困难的，哦，就是很困难啊。所以好景不长，哦，好景不在，恋令人感伤，你若无甲心用你这个所在，不会令你感伤。当下呢，你好好修行的话，修行不是要随喜放下嘛，所以越来越没东西嘛，你就会越来越快乐嘛。越剪越短。对啊，你整相或者这样更好，或者多跟或者那个孙女说你以下也这样，你看都不用洗头发，还要麻烦。洗头发很快啦，不是不用洗头发。你遐坐太细啊！你去多遐吹一波，我这里面吹一个就好啦。你看。我这个洗很快。所以讲呢，啊，你事业有成，五子登科，哦，那么得以自豪，哦，成免功成名就，哦，评论这所在欢喜家己的哦成就来讲吼，事业有成，五子登科。所以你知道什么叫做五子登科吗？不知道。钱族，还有房子、车族、妻子、儿子，刚好是五子登科。你看，好在你晚上有来，不然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做五子登科。有什么？有马车啊，有马车啊，有牛车啊，其实这个都是外在的啊。那当然，如果有的话是也好，但是你不能沉迷在这个上面，因为你沉迷在这个上面，你就不知道修行。哦，所以啊，如果是你是这样的话，你就会忘记生活的目的，究竟为了什么？生命意义在哪里？你如果沉迷在这一种功名成就的功成名就的当下，你忘记生活的究竟为了什么？你是为什么？所以或许曾经有看过，讲咱台湾的，或许忘记他的名字，伊54岁时，去
先来断供伊是恶性肿瘤第4期，后来呢，他真的问自己，我是为了钱吗？我现在钱很多，可能也快要没有了，所以说呢，在那个当下，他才会去想到，因为他是空中飞人，空中飞人为了这个事业不断的奔波，当然呢会有获利，就是钱嘛，但是你有钱没有生命，钱有用吗？还是没有用所以在他当空中飞人的时候呢，当然呢要去睡得饱，要去运动要去什么比较享受的都没有，因为他很忙。结果他生病医生给他宣布了，他要运动也没有困了饱忙要保养身体时间就有若无生命一定要过去。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伫咱的人生咱嘛爱去家己探讨啦到底咱来到这是真正为了啥？生命的意义对，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所以讲呢，讲时有奏鸣泰山，有轻如鸿毛。奏鸣泰山的是贤仁义道德以众生嘛。那么呢，轻如鸿毛的是享受物质的结果嘛。所以讲呢，人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你来到人世间，就是为了短暂的几10年，只有100个春秋，那你在过去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因为你把你的生命都用在现象界，你没有储存你无形的资产，那你以后又如何能够按功定果？今仔咱虽然是有迄条道，但是咱若无真修实践，你以后是要安怎按功定果？毋是上我就问地府天命天道挂好死即声注定爱转去面就真苦但是你要用什么功课会当按功定果？你可以回去没有错，但是你有功德住在那里吗？所以得得到，当然呢可以往生弥勒净土，但是你没有功德，你还是要下来是吗？要不然有修德、有建立功德的人，跟没有建立功德的，以后的结局是一样，可能没有这种道理嘛。所以1分耕耘1分收获，10分耕耘就有10分的收获。所以说呢，你看仙有大仙、中仙跟小仙你看因为功果不一样有大仙、修仙就是功各不感，就是职位不一样。你们学校里面也有职位，校长职位最大，对不对？来就是职位他是有阶级的。那当然他要当到校长有他努力的地方不然大家也都可以去当校长，对不对？那其他的工作谁来做？还是看个人你对于生命的意义所以讲呢，世事无常，人生的迄个际遇起伏不定如艳阳空花。那么艳阳空花意思就是土地公，是一种的希望，是一种的希望。所以讲呢，对于这个所在咱嘛会当体会啦所以讲，咱要安怎当把握伫当下所以讲呢，伫艳阳空花呢是无法掌握的，因为人生无常。我所想咧活100岁敢会当照咱想我活100岁？不可能嘛师姐是不是？或许你想活100岁了无通啦，无想要活到120但是敢咱100咱要爱，就毋是咱要活100岁，会当100岁所以讲呢，唔免来行好无要去走100岁，健康啦，健康一定一定会走不平处得意那么你逆境现前无法承受，无常巨变所带来的痛苦烦恼就是苦道所以讲呢，咱一定要去体会，之所以过去诸佛菩萨因是一个
王母将相之所以伊要去修行，其实伊是反来咱讲有超拔的地位，已经试透彻悟到这一种意见，所以唯有修行能够会变长存。所以讲呢，伊必定爱舍掉人生的一切的荣华富贵，因为较早修行是爱抛车去主来甲咱进行无共，然后咱进行多共离火体，必定就是父子同堂，夫妇同修嘛。所以讲呢，咱当然修行的方法无共，但是修行的意义拢是相像的。所以呢，《金刚经》讲人讲三心不可得，少三心为事相。所以讲呢，伫这三心内底，有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的话，那我们就是会烦恼不断，不在不断，不自在的不断。所以伫《金刚经》里头讲三心不可得，你一定要少相，爱少掉，爱无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如果你有法度通真正输去。输来即个输去即个，你都能够在当下260中的清净，其实你当下就是佛啊，不是你都完全没有二元对立嘛。伫迄个转变体内底，要较有善甲恶，有好甲歹，有清净甲无清净，应该就不会是这样的。所以讲呢，咱要对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伫这三心内底，要安怎？来甲伊面对，要来伊减少。你会当减少，就是有放下，有看开，你就会减少烦恼痛苦嘛。如果你拢无办的话，你就是干那认你就认死。所以讲呢，要互伊会自在，唯有就是要少三心。所以讲呢，细思量世间事，岁月年华，名利前景，咱拥有过吗？跟我一拥有过也是，它是一个时间性。佮上盖好就是讲你活100岁嘛，那拥有100岁，但是咱人敢有大家拢会当做那种亲属皇帝安尼？没有啊，也有像乞丐的嘛，对不对？也有像那个狗啊，狗的命运会不一样嘛，对不对？有赖皮狗啊。逍遥，当然啦，是意境够啊，它能够逍遥啊。意境不够就会被那个纠结搅进去啊，你就会不自在。所以说呢，在这当中呢，那种拥有过吗？几乎嘛是昙花一现，到最后也是消失无影无踪了。我才多讲过，不是咱离开，伊就是伊离开了，什么都带不走。唯有功德你带不走，有形象的再多你也带不走。所以说呢，外在的一切名利前景，要学习放下看开。当然不想好啦，我们活得自在嘛，对不对？真觉悟，知行无常，诸法无我。你若会当真正体悟诸行无常。诸行无常，而且甲咱另外一个解说就是生诸意灭，生诸意灭，就像咱人的生死，生老病死，伫外在的一切就是成住坏空，外在的一切成住坏空，地球会不会坏掉？会啊，现在就是生病了嘛，你看，好在或者这个年纪的人，所以说诸行无常，我们要去体认到，诸行外在的一切它是有生灭的，它是有生灭。诸法无我，诸法无我，就是诸法它是一个假象，它是一个希望，伊是一个希望。所以讲，它
永远存在的。所以诸法无我，诸法无我的我，其实就是咧讲咱的真我。因为诸法无我，所以伊无可能永远存在的。它是伊是虚实、虚妄的，它是短暂的。有我，这个我来讲，就是自性佛，佛，伊永远存在的。伊永远是存在的。所以，对诸法无我的内底，它都是短暂的。咱会当去家己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伫世间有啥物物件，佫是咱会当拥有真正拥有，让我们以后可以带得走的？有啥物？没有。所以希望大家家里的钱财都拿来给我，对不对？今天都会变没有啊，对不对？也不敢收啦。对对对。或许是开玩笑的当然在这里让我们想的，诸行无常，它也是生住意内，也是永远是一个循环而已嘛，对不对？它也不可能永远存在，我们人的生命都不可能永远存在的，那何况是外在的一切所以我们要真的体悟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要不执着外在的一切，以及你人生上的际遇，等着好加摆，你要能够安顿你的心，你要住在解脱，解脱住在当下如如，那你当下就是清净佛了，你就没有坠落到地狱。我们人不用到地狱去就很辛苦了，因为你心你的心主走外在的一切名利前情，那你能够生存在天堂的意见吗？不可能。所以讲天堂甲地狱不是真正咧讲未来的天堂，甲真正咱咧想的讲的地狱，因为你的心快乐，你就是天堂；你的心无快乐，拢总是被绑架的，在名利前情绑架的。在你的记忆当中被绑架了，被你的善绑架，被你的恶绑架了。当然呢，咱无可能亲像伫迄个地狱共款，很痛苦，很辛苦所以我给咱变咱伫这个所在来体悟得了，唯有你真的要真的觉悟到什么？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所以讲呢，咱会当伫这个所在。来这里，咱要安怎把咱意见呢，能够拉到这一种的层次啦，灵的层次会当听到这种的迄个程度不亦往种种，咱莫去想着过去的往事不堪回首啦，毋是迄个啥往事不堪回首。毋是往事只能回味啦。对啊，好的你，定啊想嘛艰苦啊。对啊。所以讲过去的，咱就过去啊。当然是讲无好的啦。当然好的，咱就较无解嘛。当然是无好的，对咱人的心性上面，当然是有挂碍的，也不清净的。当然呢，咱人就会艰苦因为你修的艰苦到会人会艰苦，身体为什么会不生病？所以讲，咱人的破病是跟咱人的心情它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呢，不执着现在的拥有当然呢，不执着给咱即马会拥有啦咱即马就是讲名利双收啦是点点滴滴啦。这只不过就是一个过程尔嘛，敢是安尼因为总共这个落去了后，嘛是交八世相像但是那个是有时间性的。那么伫咱的人生嘛是共款互你更较好嘛是会有落来的时阵
有谢幕的时候啊，所以讲呢，以今生内底呢，不执着的一切，不汲汲营营，策略如何？策力如何？因为什么呢？计划赶不上变化。咱要用心的用面对，如果以性事来讲起来，性事它是永恒不变，所以以修行来讲起来，咱为了着慧命长存，因为人死，咱会为命无去，性命无，咱的这个自性无去。所以修行是为着咱的自性要安怎会当了脱生死，回归到我们的原点你只要为着你的心性用功夫，未来你可以回归到原点如果你若是当中用力反思，那你以后又如何有啥物回天的资料？你一世人你都对修道都拢无投入无积极所以讲呢，伫这所在呢，让时间不断的在通过，所以伫遮呢，甲你讲不测力如何，当然就是顶管迄无常无我，但是或许伫遮要提出来叫大家做伙勉励，除非就是讲伫性格观内底，伫性事敢爱测力，敢爱测力是啥物就像你就懂得来学习理解嘛，对不对？来学习三法嘛，对不对？来学习讲义嘛，对不对？来道场18般道理都学嘛，这个就是你在测力自己在先天的一些了解的，你看通的来通，对对呀，测力是公益。对，没有错。是策力是策力是策力为非对呀，你看你现在都做得不错或许真的很赞叹你，或许都不如你的跟你讲真的你对在道场的那一种精进呢，或许都不如你。你头在你哪你今仔讲，我是做运动你说晚上受精水煮出，你要在那里。你放掉嘛？好。好了，有安排什么的晚上轮到后写但是站在这里就不能算清了你要导读。你现在怎么导读？9点快到了。2分钟而已。你没有赶快去，你现在就在喊你呢。我叫他找一个人，他说找我所以讲呢，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讲呢，咱伫当务之急呢，把握在当下也让我们可以学习了解若无呢，无把握伫这个当下呢，一日一会嘛就讲一日有修必功，一日无修必空所以讲呢，咱把握在当下，我们能够做的，我们能够修的，我们能够办的，当然咱一定要去把握咱袂当名副不名，把紧今仔日无做就要明仔载你若讲安尼画明仔载，画甲佫有明仔载名副名可喜咱无去想讲，我今日无做，我就是生气咱若有去做，伫当下就是赚到了伊当下内底单说者的主动拨款回去到这个咱的成功银行因为咱无把伫这当下，咱敢保证讲明仔载咱佫会做，佫有机会通做，也难讲所以咱讲要把握在当下把握在当下眼前刹那会
会当过得有朝气、有意义为是啦。比如咱巴黎公他嘛，你可以建功立德，你尽量去做，这个真的或许所去想的，因为人生真的非常的无常，不是我们完全可以掌握得到的。你若讲会当掌握，讲我无要紧，我食到几岁啊，我较来修好啊，因为我后壁拄有50单的啦，安尼啦，因为互我着我当去把讲店是会离开，所以咧唯一就是干那会当把袂讲啦，会当做会当修的，咱就是尽到这一种力量、责任跟使命啊，咱在座各位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使命跟责任嘛，会当。尽到我们的责任使命，当然呢，咱的道路呢，当然就会当往上那虽言无书啦，那么随分随业，谨记其心虽言无书，那当然呢，让我们会让我们修办，让我们行功了，咱都给因为咱做的袂走条关系。我们想讲早早做人来到经理，咱是讲无的，各先前绝对不会的。经理若毋做经理，就咱经理。毋是做经理安尼无做就已经按公聘过的，不可能的。大家做做的袂走去经理遐去啦，还是个人食饭，个人饱，个人生死不平的。经理嘛是爱伊应该爱去做的。所以讲呢，毋通当时咧做，敢若像咧做别人安尼无啥敢做，拢想做甲走去别人遐去安尼，这样自己会损失啦。所以讲呢，随分随缘，就是讲呢，我们都能够尽心尽力。济公老师讲过，我们尽心尽力，但是不要有时间的时候没有修办。伊是甲咱讲就是讲咱无法度的时，会当广结善缘，广结华缘。我就会当做到什么程度呢？我就做到什么程度就好。当咱会使的时阵，更加有空间的话，咱要安怎去支持家己，来利益众生，利益自己。虽然咱逐工所做的，有可能是敢若讲付出啊，其实就是伫付出的内底，因哪会当反作用力倒转来，敢是安尼？咱讲无为嘛是着爱从有为起嘛，无变咱讲无为，我拢做拢无为，你都无咧做，靠一个无为咧。当然，迄无为就是你讲你无咧做啦，毋是讲无为，有为无为啦所以讲呢，你咧无为嘛，爱从有为起啊。你连无为都没有，你哪来的无为所以讲呢，咱一定爱好好把那么呢，没有得失心没有无得失心当然，对有了比修办来讲也会有逆顺的时候会有逆顺的时候但是咱大家拢尽到自己的心力就好了就好了所以讲呢，以这个做而无做，那么呢无做无做那么就是讲什么叫做无做？什么叫做无做？嘛，就是讲咱今日伫道场上所做的一切功德，所做的一切的善事，你都能够无做，就是讲咱咧讲无为啦。就是讲你做的善事，你做的善事，虽然有做善事，但是无事；虽然有办道，但是你无办道，也就是甲咱讲，你不要去主走心念不要起一个心念他都好是讲我多10年呢你不要起那个，就是无做。你做无做，安尼即句，大家有意会无？然后
敢有？听有无啦？那么呢，无作遗作，什么是无作遗作？也就是讲，咱等到有机会了后，咱来鞭策自己，要安怎利益众生，精进不懈的来利益众生，为了给这个社会，为了给这个国家，为了给这个兄弟姊妹来谋福利，这就是无作遗作，就是爱做啦。但先是做，莫想讲你做做济啦。后壁这个无做，就是爱做啦。无一套头前的不做，同款的意思。所以讲呢，你这个心念呢，会当自在无碍。这个心念呢，咱爱自在无碍。安尼就会当自在解脱。所以讲呢，有烦恼、有破解，就是因为有得失心。伫名利心会作祟，名利心因为咱有烦恼、有破解、有得失心，就是名利落在一个名，落在一个利。咱若如果无有这个名利心的作祟，你就无头前的烦恼、破解、甲得失心。因为你得就是欢喜失就是艰苦你若如果无的话，比一个我尽心尽力在做，跟我讲拢无大半的，敢有要紧？没关系我嘛做认真你若讲要搁甲依着得失心的时阵呢，当然就会有爱嘛无法度呢，因为你做拍拼，就是度无半个，毋是讲你拢无做无去度，当然你就无半个，你就有为果你就已经千方百计去咧做，去咧度人但是佢度无，你要搁甲主导，搁有一个得失心，艰苦是安尼艰苦。所以讲，毋知讲伫好甲歹，拢总是来调整咱内心，要安怎会当去降服咱的心，安顿咱的心的情形，就是伫这个所在，就是伫这有事的时阵。咱有法度去家己平衡，所以讲呢，伫修行来讲起来呢，当然咱要安怎面对这个恶言对立的心，有法度达到清净的心嘛。所以呢，伫遮甲咱讲，咱来当明白一切，明白一切缘起成空，凡所有上皆是虚讲的理，咱爱抛开执着，这个是一个过程，咱嘛尽心尽力，抛开这个执着，每一个执着里面的得失那么呢，见言现前不走，无执着，伫这个因缘现前的心无执着，咱会当得到自在甲解脱。